能斬斷三種惡緣嘅人，福報絕對唔會淺。無論你有幾善良，喺以下三件事上，你都必須心狠，因為喺呢三件事上心軟，唔係慈悲，係共業。真正讀懂佛法嘅人，心入面都藏住一把刀，唔係用嚟傷人，而係用嚟斬斷嗰啲以善意為名，實質令雙方都陷得更深嘅業障執念。佛陀在世嗰陣，曾經對弟子講過一句令人震驚嘅說話，唔係叫佢哋去愛多啲人，唔係叫佢哋去忍多啲苦，而係話俾佢哋知，有啲緣留住係毒，有啲人放手先係慈悲，有啲時候心狠一啲先係真正嘅修行。法句經裏面有句話，用反通俗講法就係，自己先係自己嘅主人，自己先係自己嘅歸處，其他人點可以成為你嘅主人？呢句話唔係教你自私，而係話你知一個更深嘅真相。如果你連自己都守唔住，你所謂嘅善良，只係用一種更體面嘅方式將自己推落深淵。好多人讀佛經，讀到嘅係悲憫，係捨離，係眾生平等。呢啲當然係佛法嘅精髓，但有一段更深嘅智慧藏喺嗰啲文字嘅罅隙之間，好少人真正觸碰到。就係佛陀唔單止教人慈悲，佢同時亦教人能斷。能斷係《金剛經》嘅另一個譯名。金剛唔係因為佢堅硬，而係因為佢能斬斷一切虛妄。真正嘅修行者唔係一個對所有人敞開，對所有事忍耐，對自己所有軟弱都縱容嘅人。真正嘅修行者知道幾時必須放低慈眉善目，拎起嗰把金剛之刀。今日要講嘅係一個令好多善良嘅人都覺得唔舒服嘅題目。唔舒服係因為佢要你正視一件事，你以為嘅善良有一部分其實係逃避衝突，逃避孤獨，逃避嗰個你仲未準備好去面對嘅自己。而佛法帶俾你嘅唔係叫你繼續逃，而係俾你一把鎖匙，打開你一直唔敢開嘅嗰扇門。王舍城喺佛陀時代係一座繁華嘅城市，商隊來來往往，香料同絲綢堆滿晒市集嘅每一個角落。城郊有一間細細嘅精舍，住咗一位叫做須摩那嘅在家修行者。佢唔係出家人，有自己嘅生意，有自己嘅家庭，但每日清晨都會打坐誦經，然後將當日收入嘅一部分拎出嚟幫助遇到困難嘅人。城裏面嘅人都識須摩那，有人話佢係活菩薩，有人話佢係傻佬，但唔理人哋點講，佢始終按照自己認為正確嘅方式生活。佢相信給予係一種修行。有一日，一個叫提婆達多嘅商人嚟揾佢借錢。提婆達多話生意失敗，爭落成身債，老婆生病，仔女餓到嘈嘈聲，講到眼眶紅到好似就嚟滴血。須摩那冇點諗，就拎出一筆唔細嘅錢借俾佢，仲順手送咗啲米糧，叫佢先過咗眼前難關。提婆達多走嘅時候，連頭都冇回。3個月後，佢又嚟啦，話新生意啱啱起步，周轉唔嚟，又借多一筆。須摩那心入面隱隱有啲遲疑，但望住對方個樣都係俾咗。再過3個月，第3次，呢次須摩那終於開口問：上次借嗰筆幾時還？提婆達多塊面一沉，話：你唔係修行人咩？修行人點解仲同人計較錢？須摩那一時冇聲出，錢又借咗出去。呢種循環持續咗差唔多2年，須摩那嘅積蓄慢慢見底，但提婆達多嘅要求冇減少，反而越嚟越理直氣壯。間中須摩那表示力不從心，提婆達多就用一種受咗傷嘅語氣話：我以為你係真係修行，估唔到你都係嗰種講一套做一套嘅人。須摩那開始失眠，佢唔係擔心錢，佢係喺度懷疑自己，係我唔夠善良，係我修行未夠班，定係我喺邊度做錯咗？有一日，須摩那隨弟子們去聽佛陀說法，散場之後，佢鼓起勇氣行上前，將呢2年嘅事一五一十咁話俾佛陀知，然後問
我做錯咗啲咩？佛陀沉默咗一陣，冇急住答，反而問咗佢一個問題：須摩那，如果一個人跌落咗泥凼，你伸手去拉佢，結果佢反而將你都扯埋落去，請問你係幫緊佢定係害緊佢？須摩那呆咗。佛陀繼續講：你嘅給予開頭係善因，但當你嘅給予開始令對方覺得攞嘢係理所當然嘅，你每一次付出都係為佢種緊更深嘅貪念之因。佢嘅貪因為你嘅軟弱而壯大，佢嘅傲慢因為你嘅退讓而滋生。須摩那，你以為你喺度度佢，但你從來冇問過佢想唔想被度。呢句話擊中咗須摩那心入面最深嘅地方。佢沉默咗好耐，然後抬起頭問：咁我應該點做？佛陀話：慈悲唔係無限退讓，慈悲係睇清楚對方嘅處境，並且有智慧咁回應。你對提婆達多嘅一再讓步唔係慈悲，係縱容佢逃避自己應當面對嘅因果。真正嘅慈悲有時係拒絕，係要對方必須面對自己種落嘅因，而唔係要你一次又一次幫佢逃過嗰個必要嘅碰壁。須摩那返到屋企之後，用咗好長時間先消化到呢番話。嗰種感覺唔係頓悟，更似係有人將一塊佢一路以為係玻璃嘅嘢話佢知，其實係鏡。佢以為自己喺度幫人，卻原來鏡裏面影出嘅係佢自己嗰粒驚俾人話唔夠善良嘅心。下一次提婆達多再嚟嘅時候，須摩那冇好似以前咁先問對方有咩困難，只係平靜咁講：我冇辦法再借俾你啦，唔係因為我冇能力，而係因為我知道繼續咁落去對你冇好處，對我亦都冇好處。提婆達多當然大發脾氣，用反過去嗰啲慣常嘅說話嚟攻擊須摩那。你變咗你唔係真正嘅修行人，你自私，你冷漠。但須摩呢一次冇動搖，佢心入面有一種從來未有過嘅清明，唔係冷酷，係清醒。真正令佢心驚嘅唔係提婆達多嘅憤怒，而係佢終於睇清楚咗，喺呢2年裏面，每一次提婆達多離開嘅背影都帶住一種隱隱嘅輕蔑。佢一路以為自己係幫緊一個遇溺嘅人，但其實嗰個人係企喺岸上，而佢自己先係嗰個越陷越深嘅人。斬斷唔係放棄對方，而係停止為對方嘅惡因加柴，呢先係真正嘅慈悲。如果話第一個故事講嘅係向外嘅關係，咁第二個故事講嘅係一種更隱蔽、更難察覺嘅消耗，嗰種由內部滲入帶住情感溫度嘅消耗。喺佛陀嘅時代，有一位叫做皮捨去嘅女弟子，係王舍城裏面最虔誠嘅在家信眾之一，每日早晚供養，持戒精嚴，連隔籬鄰舍都話呢個女人嘅修行比好多出家人更加認真。但皮捨去有一個煩惱，一個佢講唔出口，卻每日都喺度消耗佢嘅煩惱。佢有一個親戚叫拔提，拔提唔係壞人，佢係嗰種極度消耗人嘅存在。佢3、2日就嚟揾皮捨去訴苦，今日同老婆鬧交，聽日同鄰居嘈交，後日又覺得命運對佢唔公平。每次嚟都要坐大半日，講講下就開始埋怨成個世界，然後拉住皮捨去一齊陷入嗰個充滿怨氣嘅情緒漩渦裏面。開頭皮捨去以為呢係喺度結善緣，係幫緊一個需要傾聽嘅人，佢耐心咁聽，溫柔咁開解，甚至專門為佢念經回向，希望佢可以從嗰啲煩惱裏面走返出嚟。但拔提從來都冇走出嚟過。佢每次離開之後，下一次到訪時帶嚟嘅係更多嘅抱怨，更深嘅怨氣，仿佛皮捨去嘅每一次耐心傾聽都俾咗佢一個更大嘅容器，等佢可以裝更多嘅負面情緒。最令皮捨去痛苦嘅唔係拔提，而係佢發現每次拔提走咗之後，佢都要用好多時間先可以重新平靜落嚟。早晚嘅課誦變得心不在焉，打坐時腦海裏面浮現嘅唔係空明，而係拔提嗰塊講唔完苦難嘅面。佢嘅內心道場開始出現裂縫。佢將呢件事
話俾寺裏面一位年老嘅比丘尼知，係一位修行幾十年、人稱靜心嘅老師傅。皮舍去將所有嘢講完，然後問我係咪應該對佢更加有耐心？係咪我嘅修行仲未夠，先至會俾佢影響？老師傅冇急住答，佢先問咗皮舍去一個問題：你園入面有一口井，嗰口井嘅水係清嘅、甘甜嘅，方圓10里嘅人都嚟攞水。如果有人向井裏面倒咗一桶污水，你應該點做好？皮舍去諗咗諗話，將井入面嘅水打出來，洗乾淨井壁，等佢重新蓄滿清水。老師傅點點頭，話咁如果每次你清理好，佢又嚟倒呢？皮舍去沉默咗。老師傅話：修行唔係要你變成一隻無底嘅深井，俾人無限制咁向裏面倒嘢。心係道場，道場係需要守護嘅。維摩詰經裏面有句話：直心是道場。直心唔係軟心，唔係濫慈悲，直心係對自己內心最真實狀態嘅覺知同守護。你而家嘅狀態唔係幫緊拔提修行，而係令佢嘅煩惱變成你嘅煩惱，令佢嘅業開始染污你嘅心。皮舍去聽到呢度，眼淚無聲咁流落嚟，唔係因為委屈，而係因為一種深深嘅認同。佢終於明白呢2年嚟嗰種被掏空嘅感覺從何而來。老師傅繼續講，慈悲有2種，一種係冇邊界嘅慈悲，佢令修行者將自己變成一塊海綿，吸盡周圍所有嘅苦水，最後自己腐爛。另一種係有智慧邊界嘅慈悲，佢就好似一盞燈，佢發光，但佢唔會因為黑暗太深就令自己熄滅。你要做嘅唔係唔再關心拔提，而係要先守護好你自己心入面嗰盞燈。皮舍去返到屋企之後，做咗一個佢曾經以為自己永遠唔會做嘅決定。佢開始減少同拔提見面嘅次數。每次佢嚟，佢唔再陪佢喺個抱怨嘅漩渦裏面浮沉，而係溫和但清晰咁話：我而家需要留返時間俾自己修行。拔提起初有啲不滿，但意料之外嘅係冇幾耐之後，佢開始慢慢改變，因為佢發現皮舍去唔再係嗰個可以無限消耗嘅傾聽者，佢嘅抱怨喺佢面前失去咗出口，佢開始不得不面對自己。呢樣係皮舍去冇預料過嘅，佢以為自己嘅退後係放棄，點知嗰先係真正令對方開始面對自己嘅開始。內心嘅道場唔係越開放越好，佢需要門，需要守護，需要一個清醒嘅主人。跟住落嚟係第3個故事，嗰係一個雨季裏面嘅傍晚，精舍嘅回廊上積住薄薄嘅水。年輕嘅僧侶阿難陀坐喺廊下面，手邊係一卷佢已經揭開咗3個月，卻從來冇認真讀完嘅經書。佢出家已經2年，理論上應該進入更深嘅修行階段，應該開始認真禪坐，應該收攝散亂嘅心。但佢總有各式各樣嘅理由將呢件事向後推。今日條腰有啲冤，聽日天氣太熱，後日有師兄到訪需要陪，下個月先啦，等心情好啲先啦，等身體好返啲先啦。佢唔係唔想修行，佢係太容易對自己產生憐憫。每當佢試圖令自己坐低，面對嗰啲煩亂嘅念頭，心入面深處嗰把聲音就會話：唔使咁急，你仲後生。修行係一世嘅事，何必咁樣為難自己？然後佢又放低咗經書，又開始喺園入面漫無目的咁踱步。佢嘅師父係一位嚴厲嘅長老，名叫舍利弗。呢日傍晚，舍利弗行過廊下，望見阿難陀就咁坐住，雨聲一片，經書揭開卻冇睇。佢冇出聲，只係企喺度靜靜咁望咗好耐。阿難陀感覺到師父嘅目光有啲唔好意思，拎起經書做出閱讀嘅樣子。舍利弗行過嚟喺佢旁邊坐低，問咗一個問題：你驚痛咩？阿難陀有啲莫名其妙，但都係老實回答：演狀驚。舍利弗話：
點解驚？阿難陀諗咗諗，話因為痛係唔舒服嘅，冇人中意痛苦。舍利弗點點頭，話法華經裏面有一個比喻，講一個父親，佢嘅仔女病咗，個細路唔知自己有病，以為自己只係攰，以為唞一陣就好，唔肯飲嗰碗苦藥。父親冇強迫佢，而係諗辦法令佢自願去飲。講到呢度，舍利弗停頓咗一下，話阿難陀，你知唔知嗰個病咗嘅細路喺邊度？阿難陀低低頭，冇出聲。舍利弗繼續講，你對自己嗰份憐憫唔係愛護，係溺愛。就好似一對父母，因為唔忍心睇住細路捱苦，於是幫佢避開所有嘅困難，最後湊出一個永遠冇能力面對風雨嘅人。你對自己都係一樣，每一次你話等一陣，再等一陣，你以為係善待自己，但你只係令到嗰個將你困住嘅我變得更厚、更重、更難撼動。阿難陀抬起頭，眼眶有啲紅，唔係委屈，而係某種深處嘅觸動。佢問：咁我應該點做？舍利弗冇俾方法佢，反而問咗佢最後一個問題：《金剛經》裏面佛陀點講？阿難陀答：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舍利弗話：阿難陀，你而家住喺邊度？呢個問題好似一支針，精準咁插入阿難陀某個長期麻木嘅地方。佢住喺舒適裏面，住喺嗰個永遠揾到理由推遲改變嘅自我裏面，住喺嗰個以溫柔對待自己為名，實質逃避所有真正成長時刻嘅幻象裏面。佢第一次清楚咁睇見嗰個佢以為喺保護自己嘅聲音，唔係慈悲，係牢籠；嗰個佢以為喺愛自己嘅習慣，唔係溫柔，係束縛。佢住喺裏面，仲以為嗰度係屋企。嗰一晚，阿難陀冇再等，冇再揾理由。雨仲喺度落，佢打開咗嗰卷經書，認真咁讀落去。第一次冇嗰把聲音嚟騷擾佢，唔係因為嗰把聲音消失咗，而係因為佢第一次選擇唔跟住佢走，對自己心狠，唔係自我懲罰，而係第一次真正咁做咗自己嘅主人。而家我哋嚟睇下呢三個故事背後究竟藏住啲咩？好多人會將心狠呢兩個字理解成某種負面嘅嘢，冷漠、絕情、自私。但如果你認真將呢三個故事擺埋一齊睇，你會發現呢度嘅心狠每一次都有一個共同嘅底色，唔係切斷對人嘅關心，而係切斷嗰個令雙方都陷得更深嘅錯誤執念。佛法裏面有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叫做共業，意思係兩個人之間嘅互動會共同創造出一種業力嘅方向。當你不斷給予一個貪得無厭嘅人，你以為你係單方面減少佢嘅苦，但實際上你喺呢段關係裏面同樣扮演住推動者嘅角色。你嘅每一次讓步，每一次驚俾人話唔夠善良而繼續逃出來嘅給予，都係喺度強化對方索取唔需要代價嘅認知。呢唔單止係佢嘅業，亦都變成咗你哋之間共同編織嘅業。集阿含經裏面有一段話，大意係給予本身係善法，但給予若果係出於恐懼、出於面子、出於唔敢拒絕，其功德會大打折扣，因為動機已經唔乾淨。更深嘅問題係呢種給予喺另一端會餵養出啲咩樣嘅心？須摩那嘅故事裏面，佢最終嘅轉折唔係學識自私，而係學識分辨。分辨咩係真正幫助一個人成長嘅給予，咩係以善良為名嘅共謀。當佢拒絕咗提婆達多，表面上睇係一次決裂，但從更長遠嘅業力角度嚟睇，嗰次係佢第一次真正尊重提婆達多作為一個獨立生命個體，必須面對自己所種落嘅因，而唔係永遠有人幫佢逃脫。呢唔係冷漠，係尊重。皮寫去嘅故事裏面有一個好值得深思嘅細節，佢嘅道場唔係俾壞人破壞嘅，而係俾一個需要幫助嘅人一點一滴侵蝕嘅。呢係一種更隱蔽、更難察覺嘅消耗，因為佢披住善意嘅外衣，令你好難拒絕。
維摩詰經裏面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嘅意象，維摩詰居士話：菩提心是道場，以無虛假故。呢度嘅道場唔係一個物理空間，而係一種心嘅狀態，清明真實，冇虛假同妄想嘅心。當一個人嘅心不斷被消耗，被扯入別人嘅負面漩渦，呢顆心就開始失去佢作為道場嘅純正度。好多人以為修行越深嘅人應該越能夠抵抗外界嘅干擾，呢個講法本身冇錯，但有一個前提，成日俾人忽略。抵抗嘅能力係透過持續嘅守護同修煉而嚟，而唔係透過無限咁暴露喺消耗當中嚟磨練出嚟嘅。就好似一個人要強身健體，係需要適當嘅鍛煉同充分嘅休養，而唔係將自己擺喺一個24小時不停消耗嘅環境裏面，然後期望有一日突然強壯起嚟。守護內心道場嘅核心係清醒咁知道，我嘅心唔係公眾垃圾站，唔係所有嘅情緒、怨氣、負能量都有義務由我嚟承接同消化。呢唔係推卸對人哋嘅關心，而係保持嗰盞燈持續燃亮。一盞熄咗嘅燈冇辦法照亮任何人。然後係最深亦最難嘅一層，對自己心狠。阿難陀嘅故事裏面，舍利弗問咗佢一個問題：你住喺邊度？呢個問題喺《金剛經》嘅語境裏面有非常深嘅含義。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呢句話俾好多人引用，卻好少人真正落地去理解佢。住喺佛法裏面唔只係物理層面嘅停留，而係心對某種狀態、某種自我形象、某種習慣嘅執取同依附。阿難陀住喺咩裏面？佢住喺我係一個仲未準備好嘅人呢個自我認知裏面。佢住喺等一陣先改變呢個無限拖延嘅舒適區裏面。佢住喺嗰個柔軟嘅永遠為自己揾理由嘅我裏面。呢就係我執。我執唔係自私，佢更隱微、更危險，因為佢成日以非常溫柔、非常合理嘅面目出現。佢唔會話我唔想改變，佢會話我要準備好先。佢唔會話我喺度逃避，佢會話我好好照顧自己。佢唔會話我驚，佢會話時機未到。每一句說話單獨拎出嚟都好似係一種智慧，但夾埋一齊，佢哋構成一道無形嘅牆，將你同真正嘅成長隔開，而你甚至感覺唔到嗰道牆嘅存在，因為佢摸起嚟太柔軟。大乘起信論裏面講，眾生嘅心有兩種動向，一種係趨向覺，即係覺醒嘅方向；另一種係隨染，即係隨住習氣同執念向更深嘅迷失道走。我執就係隨染嘅一種極為精微嘅形式，佢唔需要用貪婪或者憤怒嚟運作，佢只需要用溫柔體貼自己，唔好太急。呢啲聽起嚟完全冇問題嘅聲音，就能夠將人困喺原地，一困就係一生。對自我心狠係喺呢個層面上嘅斬斷，唔係要你去懲罰自己，唔係要你否定自己所有嘅感受，而係要你有勇氣對嗰把聲音講：我睇見你啦，但我唔再跟住你行啊。呢三種心狠講到最後有一個共同嘅佛法內核，就係清醒嘅愛，清醒咁愛自己，所以唔容許自己被我執一次又一次咁繞圈；清醒咁愛他人，所以唔用軟弱嘅妥協嚟餵養對方嘅貪念；清醒咁守護自己嘅心，所以唔俾佢淪為無邊際嘅傾倒場。喺佛法裏面有一個修行嘅核心概念，叫做不放逸。法句經開篇就提到，不放逸係不死道，放逸係死亡道。不放逸者不死，放逸者如已死。呢度嘅放逸唔只係指行為上嘅懈怠，更深嘅係指心嗰種慣性，對各種執念、各種情緒、各種理所當然嘅隨順同縱容。不放逸對自己就係對嗰個慣於揾藉口、慣於拖延、慣於以善待自己為名逃避成長嘅我執，保持高度嘅清醒同節制。不放逸對他人就係清楚咁知道，真正嘅幫助唔係無限度嘅給予，而
而係有智慧嘅回應，包括喺必要嘅時候俾出清醒嘅拒絕。好多人問，咁我點知道我嘅心狠係真正嘅智慧慈悲，定係只係自私嘅合理化？呢個問題問得好。判斷嘅標準唔在於你嘅行為有幾強硬或者幾溫和，而在於你嘅出發點。如果你嘅心狠背後係一種清明嘅覺知，係真係睇清楚某段關係或者某種模式對雙方嘅損耗，係出於令雙方都能夠更真實咁面對自己，咁佢係智慧。如果你嘅心狠背後係逃避、係厭倦、係對某人嘅輕視，咁佢就只係包裹咗一層佛學外衣嘅冷漠。智慧同冷漠之間只有一層之隔，嗰一層叫做動機。喺嗰個動機裏面有冇真實嘅慈悲？嗰個慈悲係對方真正需要嘅，定係你認為對方應該需要嘅？呢兩個問題係每一個喺修行路上試圖做到悲智雙運嘅人都需要反覆問自己嘅。佢冇固定嘅答案，因為每一段關係、每一個情景都唔同。但能夠持續問呢個問題本身就已經係一種修行。從理解走向實踐，先至係真正令呢啲道理生根嘅地方。面對嗰啲貪得無厭嘅索取，有一個可以真正操作嘅方式，叫做清明觀察。喺你準備給予任何嘢之前，唔理係金錢、時間、情緒支持定係精力，先停低落嚟，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今次給予我係出於真正嘅意願，定係出於驚俾人否定？第二，今次給予對方係咪有能力承擔屬於佢自己嘅嗰份責任，而我嘅幫助係咪代替佢承擔？第三，如果我今次拒絕，最真實嘅結果會係咩？呢3個問題唔係要你變得計較，而係要你喺每一次給予之前，真正清醒咁知道你做緊咩，以及點解。好多人發現，當佢哋誠實咁回答第一個問題嘅時候，先發現自己大多數時候嘅給予其實唔係來自愛，而係來自某種深層嘅恐懼，驚俾人話自私，驚失去對方嘅認可，驚破壞嗰種善良嘅人嘅自我形象。呢個發現本身就係一種巨大嘅解放。一旦你睇清楚呢個動機，你就唔再需要用心狠嚟對抗對方，因為你根本唔係對抗緊對方，你只係做一個清醒嘅選擇，回應自己內心真實嘅聲音。拒絕都可以溫柔嘅拒絕，唔需要解釋一大輪，唔需要道歉，唔需要補償，你只需要講呢件事我而家冇辦法做到，就呢一句，唔需要更多。真正嘅關係承受得起呢句話，承受唔起嘅嗰段關係本身就係建立喺你無限退讓嘅基礎上，嗰啲唔係關係，嗰啲係消耗。面對嗰啲消耗你嘅人同事，最有效嘅修行方法係建立一個內心清潔嘅日常練習。每日完結嘅時候，用5到10分鐘做一個簡單嘅回顧。今日有邊啲互動令我覺得被掏空？嗰種感覺係喺邊個時刻開始嘅？我喺嗰個時刻有冇忽略咗自己內心嘅某個信號？呢度唔係要你去評判嗰啲令你覺得消耗嘅人，而係要你開始學識認出嗰個信號。每一次你覺得被掏空，其實你嘅內心都喺度發出一個清晰嘅警報，話你知呢度有一個邊界需要被睇見、被守護。好多人因為修行反而變得更唔識聽呢個信號，因為佢哋以為修行代表唔應該有負面嘅感受，修行代表應該包容一切。但真正嘅修行恰恰相反，佢令你對自己內心嘅狀態變得更敏銳、更誠實，而唔係更麻木。當你認出嗰個被消耗嘅感受，唔好急住評判佢，亦唔好急住壓制佢，只係承認佢係呢件事令我攰咗，然後問自己，我跟住落嚟需要做啲咩嚟守護呢顆心？答案可能係減少某種互動嘅頻率，可能係喺某啲場合裏面設立更清晰嘅界線，可能只係今日早啲結束對話，為自己留返一段安靜嘅時間。唔需要一次做到全部，每一個細細嘅守護都係為內心嘅道場
添磚加瓦。對於嗰個軟弱多情嘅自己，修行嘅入口係從極細微嘅地方開始嘅。我執最難被斬斷，唔係因為佢太強大，而係因為佢太擅長偽裝。佢永遠唔會以一種明顯嘅面目出現，令你可以一刀斬落去。佢總係用你最熟悉、最習慣嘅聲音嚟講嘢，令你以為嗰個就係自己。所以對抗佢嘅方法唔係用力，而係用清醒。每日俾自己設立一個極細微、不容妥協嘅行動，唔需要好大，可以係今日唔理幾唔願意，我都會坐落嚟安靜5分鐘，就5分鐘。唔需要專注，唔需要進入啲咩狀態，只需要坐落嚟，等嗰個等一陣先嘅聲音出現，然後選擇唔跟住佢走。日積月累，呢種微細嘅唔聽從我執嘅練習，會慢慢改變你同嗰把聲音之間嘅關係。你會開始發現嗰把聲音冇你以為嘅咁有力量，佢只係一個習慣，一個俾你長期餵養嘅習慣。當你停止餵養佢，佢自然會變弱。呢度唔係要你變得鐵石心腸，唔係要你變成一個唔識照顧自己嘅苦行者，而係要你喺照顧自己同縱容我執之間揾到嗰條微妙嘅界線。真正咁照顧自己係令自己成長，而縱容我執只係令自己停留。行到呢度，我想請你停低落嚟諗一諗，就係你自己，你喺生命裏面有冇試過咁樣？你以為自己喺度給予，最後卻發現係你自己一點一滴咁被掏空。你以為自己喺度包容，最後卻發現嗰啲你以為喺度幫助嘅人，其實從來冇需要你咁多，係你自己驚唔夠善良，所以俾多過任何人需要嘅。你以為自己喺善待自己，最後卻發現嗰啲等一陣再等一陣，將你帶到一個你從來冇打算去嘅地方。呢3件事都有一個共同嘅起源，嗰個起源唔係你唔夠善良，而係你嘅善良缺少咗一塊重要嘅嘢——清醒。佛陀講過一句說話，令無數修行者反覆咀嚼：慈悲為懷，智慧為劍。慈悲係心嘅溫度，智慧係心嘅形狀。冇溫度嘅劍，冰冷而無情；冇形狀嘅溫度，流散而無力。兩者合一，先係嗰種真正能夠喺呢個世界上行走而唔迷失嘅力量。心狠唔係令你變成一個冷漠嘅人，而係令你成為一個清醒嘅人。清醒咁知道邊啲給予係渡人，邊啲係利己。清醒咁知道邊啲包容係守護關係，邊啲係拱手讓出自己嘅道場。清醒咁知道邊啲對自己嘅溫柔係真正嘅滋養，邊啲只係我執住柔軟衫喺你心裏面散步。金剛經嘅最後有一個偈語，好多人都背過：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呢度唔係叫你對咩都唔在乎，而係喺度提醒你，所有嘅執住，包括對我係一個善良嘅人呢個自我形象嘅執住，都係幻象。當你放低嗰個非要證明自己有幾善良嘅心，你先能夠真正自由咁選擇幾時給予，幾時拒絕，幾時伸手，幾時放手，幾時對人溫柔，幾時對自己落刀。真正嘅善良係一種選擇，唔係一種證明。你唔需要用無限嘅退讓嚟證明自己有愛，唔需要用無限嘅消耗嚟證明自己喺修行，唔需要用無限嘅拖延嚟證明自己善待自己。你只需要喺每一個當下清醒咁問自己：今次真正啱嘅事係咩？然後有勇氣去做。呢個問題冇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嘅答案，但我相信當你走過今日呢啲故事，當你真正坐低落嚟去感受須摩那嘅清明、皮捨去嘅守護、阿難陀嘅覺醒，你心入面其實已經知道答案。你一路都知道，你只係仲未決定要唔要聽佢。